家安全咧係安邦定國嘅重要基石，係民族復興嘅堅實保障。香港特別行政區全面落實國安法同埋相關嘅法例之後咧，已經讓到社會係由亂到治，轉入由治及興。教育咧係作為國安嘅一個重要嘅推廣載體，更加咧係呢個工作嘅重中之重。我哋每個人都係呢個家嘅一份子，喺呢度讀書、成長、實現夢想、建立家庭，呢啲都係同國家同埋社會嘅穩定環環相扣。國安則家安，希望你哋能夠持續咁樣鞏固正確嘅家國觀念，以維護國家安全為自己嘅己任，並且思考點樣去提升自我，以融入同埋貢獻國家嘅發展大局。當大家睇新聞咧，睇到世界各地戰爭係不斷發生嘅時候，我哋更加咧係要珍惜我哋強大祖國為我哋提供嘅呢一個嘅保護，同埋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咧，帶俾我哋香港社會嘅繁榮同埋穩定，一齊去肩負起維護國家安全嘅責任，一齊去築牢我哋國家安全嘅呢一個銅牆鐵壁。次嘅活動俾我睇到學校點樣透過親子填色活動，透過短講比賽同埋數碼攝影比賽去詮釋文化安全、生態安全、網絡安全、數據安全同人工智能等等。呢個係對我有好大嘅啟發嘅。國泰民安，國家唔安全，人民就冇辦法安居樂業。我哋今年咧適逢係教大正名10週年，我哋嘅教大團隊咧就亦都喺較早嘅時間咧係成立咗國家安全教育、愛國主義教育同埋咧中國歷史與文化教育嘅工作小組，由師德教育、國家安全教育、憲法同基本法教育、中華文化教育同埋大師性嘅教育，培養更加多有責任感同埋正向價值觀嘅年輕人。